後邊呢棟樓曾經被評為中國10大最醜建築，仲要攞咗冠軍。佢唔單止廣州人識佢，我相信全國各地對佢都唔陌生。佢就係廣州圓大廈。廣州圓大廈坐落喺荔灣區白鵝潭嘅最南端。咁當年個意大利鬼佬設計師約瑟夫話佢啲靈感呢，就係嚟自於南越王墓嘅玉壁。咁結果棟樓起咗出嚟，成個放大版嘅銅錢咁樣，有成138米高，外緣直徑有146米幾，總高33層樓高。咁望落去呢，就似足一個金燦燦嘅大餅印。咁喺2013年改名嗰陣，仲公開搞咗個投票。咁點知呢？而家啲街坊都係中意叫佢土豪園多啲。咁設計師當初仲話啦，呢一個造型係符合風水嘅，同個倒影夾埋就成個八字咁樣，寓意發發聲。咁但係呢，佢可能真係唔知道啦。廣州圓用粵語嚟講呢，簡直就同廣州圓係一模一樣嘅。乜風水佬個個都話啦，天圓地方係定律，起屋最緊要就係四正。所謂4平8穩，設計成咁嘅款，搞到呢座大廈由落成嗰日就開始俾人唱衰啦。咁喺2017年嗰陣就仲慘啦，喺中國10大最醜建築嘅評選嗰度咧就攞咗冠軍。咁雖然咧外形就夠晒搶眼，但人氣就一直麻麻地。夜晚着燈之後就成個金色嘅大銅錢咁樣，仲俾人笑佢話係最貴嘅夜景。咁講到背後金主啦，宏達興業集團呢一間喺2000年成立嘅上市公司，原本咧就係玩氫能源同環保生意嘅。咁點知近年咧行情就唔掂啦，搞到佢哋營收腰斬咗。咁喺2023年尾咧，仲申請破產清算，連呢一棟土豪園啊都要擺上呢個拍賣台，真係應咗嗰個名啦，廣州圓。咁所以話時齋，起樓咧就唔單止要夠搶眼，仲要顧及實用性同埋文化底蘊。一味追求標新立異，分分鐘咧就會變成咗反面嘅教材。咁平時經過廣州圓，個個都會忍唔住望多佢幾眼。咁唔知究竟係讚佢靚呢，定係話佢醜呢？